你嚟到公園玩，係咪只係識用一鏡到底直接拍攝呢？咁樣太過冇層次感啦。咁咪教大家用遠、全、中、近、特呢5大景別，以及運鏡、推、拉嚟拍一段情緒小短片。一、先拍一段遠景。2、倒轉手機，旋轉加前推。3、用全景。4、用後拉。5、用近景。6、用中景。7、用特寫。8、用大特寫。9、用全景。孤孤單單一個人，走在陰影雙雙的街頭，忘了我在找什麼，等待明天還是往回走，總是在